邱淑萍牧师伫咱中间分享的信息是化忧最好，这是请邱牧师来证道。敬听陈牧师，甲敬听双林教会敬听弟姊妹平安。感谢上帝恩典，甲咱教会的接纳，互我今仔日早起会当伫遮甲兄弟姊妹咱做伙敬拜上帝，并且嘛伫遮来宣讲上帝的话语。我想最近几冬伫一年的最后一日去参加所谓的跨年晚会。去欣赏灿烂的烟火，已经变作是一款的流行。可能特别对一个少年人来讲，若无去参加跨年晚会，就亲像讲跟不上潮流。因甲同学做伙时阵，无话题通讲，枉费因年春青少年这款的时光吼。所以，迄款灿烂的烟火，也是讲真热烈的跨年晚会，甲朋友、甲厝内的人，三甲伫遐通宵组织。这款的景象，咱可能亲身经历过，嘛真可能咱侪人对电视顶面有看到。伫遐参加跨年晚会的人，因可能伫个半暝啊12点的倒数声中，对身躯边，不管是认捌还是无熟悉的人讲新年快乐。总是当咱问咱家己，咱敢真正快乐的时阵？咱敢有法度通讲是？台湾敢真正像马英九总统所讲的，是幸福台湾嘛？伫2012年的11月，联合报有主办一个票选活动吼，就是讲伊伫遐票选2012年这款台湾年度的代表字，经过21日的电话的票选，选出的。2012年台湾的代表字，咱拢知影是忧。忧这个字代表的是台湾人民的普遍的感受，这嘛是台湾社会正人的一体心灵的一款的写照。的确实，台湾的社会有种种的问题。伫去年，咱可能时常听到，就是讲，各项物件拢咧起价。总是薪水并无增加，咱嘛可能会感受到，伫台湾社会内底，送乡甲好家的人中间，迄款的距离愈来愈大。对劳工朋友来讲，政府的财政困难造成劳工退休金的危机等等，这个问题拢互人感觉真忧心。对教会来讲呢？教会公布伫去年所选出来的长老教会的10大新闻中间，包括去年苏拉洪台伫花莲秀林乡带来进前从来毋捌发生过的土石流。咱的教会嘛，因为安尼伫灾区有成立救灾的指挥中心甲中建的关怀站，然后伫去年长老教会有参与全民抗涨。甲禁止含瘦肉精食品进口，以及311废核的行动。这个教会所选出来的新闻，其实背后嘛反映，咱目前必须爱去正视台湾即马咱面临的是环境、生态、食品安全等等真重大的议题。台湾的情况是遮尔啊，互人忧心，总是。国际的情形敢有较好？美国的时代杂志时代杂志，伊所选出去年的10大的国际新闻中间，其实同款无互人会当欢喜快乐的消息。譬如讲，中间包含叙利亚的内战，还是讲以色列威胁要用伊朗来开战，甲马里的人道的危机、乌寨的危机、亚洲的领土的争议等等。佮譬如讲，咱应该也阁会记得，伫去年美国戏院所发生的小丑枪击案，伫年底发生的小学的枪击案，也是讲史克庙的枪击案，佮前一站受到持续关注的印度巴士的性侵案等等，
所以这个世界，咱所看到的是一个充满贪婪、混乱、血腥甲掠夺的世界吼。这个世界亲像嘛是会当用忧这个字来形容。这个世界甲咱的社会，甲咱主角所读的创世纪的经文来做对比的时阵，创世纪的经文所描写的是一个和諧，是一个伫遐咧孕育生命的这款的真美好的画面。咱的世界甲创世纪的记载，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。事实上，咱若是对头来读创世纪，咱会当看到吼。伫创世纪的第1章一个开始，作者伊就指出，伫上帝创造进前的世界是空空混沌，然后深渊的顶面是黑暗。咱可能会思考一个问题吼，混沌是啥物？混沌其实是黑暗的溃烂，混沌其实是破坏，是对着性命甲特殊的这款的负面的溃烂。若是安尼，甲混沌做对比的创造又阁是啥物？创造是上帝拯救，因为上帝照伊的特殊来为这个世界做安排，然后上帝嘛照伊的心意为逐项生物来创造适合因生存的环境，佮将逐项的画面下伫恰当的所在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上帝创造的作为，将受到黑暗甲死亡的溃烂所控制、所压迫的世界，将伫苦难中伫遐受苦哀叫的世界，对混沌、混乱的恶势力中间透放出来。所以上帝伊并无目睭无看，上帝伊无目耳耳孔无听，上帝伊无处在受苦的世界，互邪恶所掌管、所压制。上帝嘛要负在这个邪恶的势力底下来创行。咱今日所读的经文是记载在创世纪第1章的24节到31节。这段经文描述的是上帝伫第6日的创造。对于这段经文中间，咱看到上帝的创造所带来的美好甲和谐的世界。伫上帝的创造中间，照上帝形象所创造的人，伫遐来控制、来管理，也是讲和合本的修炼班讲治理甲管理，伫遐管理上帝所创造的大地，甲上帝所创造的鱼、鸟，甲所有伫地面上在走的动物。伫迄个记述内底所讲的，人食的是五谷甲逐项的果子，动物甲鸟所食的是青草甲菜色。所以伫迄个记述的中间，人甲万物中间的关系，毋是侵占，毋是掠夺，毋是血腥，是一款和谐共存的关系。所以上帝看伊所创造的一切拢好，甚至是非常好、真好。其实伫希伯来人的观念的中间，当因讲完全，也是讲好的时阵，因的意思毋是无缺点。当一项物件，也是一项器具，伊会当达成伊当初受设计被做出来时阵的目的、甲标准、甲要求的时阵，伊就是好的，伊就是完全的。所以伫这个创造故事内底，上帝讲好，上帝讲真好，毋是因为伊所创造的世界无缺点，好嘛是毋是一款静态的形容词那听。好嘛，毋是讲无需要做任何的改进。上帝讲伊所创造的逐项好，真好，这是因为上帝的创造有符合上帝的计划甲旨意。所以对这段经文，咱知影人的社会甲这个世界，所以互咱会感觉忧愁，也是讲咱感觉有忧虑吼。这毋是因为这毋是上帝口中嘴内面所讲的好，也是非常好。这是因为咱违背上帝对咱的计划甲旨意，所以要安怎样会当将互人感觉忧心的世界，甲转化成做上帝所讲的好？要安怎化忧做好？
创世纪第1章对创造故事第6日的描述，会当互咱一寡启示。第一点，咱伫经文内底看到，上帝照伊的形象造人，就是讲人是有上帝的形象的。圣经学者对上帝的形象有真侪款无同款的解说吼。有的学者主张讲，人有上帝的形象，这是咧讲人会当反映上帝的好，甲上帝的善良，也是讲人会当甲上帝做位格，甲位格中间的沟通甲往来，也是讲人有上帝的形象，这是讲人是上帝的创造中间的上界高峰，人是上帝创造的万物中间上界尊贵的，甚至讲人伫天地万物的中间会当代表上帝。总是无论咱认为讲倒一款的解说是较适当的，上帝的形象显然是讲外表的相款，这是指内在的相像。所以咱会认为讲咱有上帝的形象，是在讲上帝甲咱同款有鼻仔、有目睭、有喙吼。总是咱相信，因为人有上帝的形象，所以人必须要追求去学习上帝的慈爱、上帝的怜悯、甲上帝公义的本性。所以人所有的这款上帝的形象，这是人会当甲其他的受造物无同款的真要紧的因素。因为人有上帝的形象，所以人甲上帝中间会当沟通，人甲人中间的沟通嘛，真侪有可能性。人所有的这款的上帝的形象，互人会当明白上帝的旨意是啥物。人内底上帝的形象，互人会当负起上帝所交托互咱的责任。所以上帝的形象会当讲是人必须要负起使命甲责任的基础。所以咱必须要真谨慎来提醒家己，上帝造人，而且上帝是用伊的形象来造人，目的是要人也爱照着上帝的计划甲旨意来负担上帝互咱的使命。人有上帝的形象，这毋是要互咱用上帝的形象来揽三做。但是安尼，咱可能阁会问一个问题，也是思考一个问题吼。咱才会知影讲上帝的旨意是啥物？对圣经的教师，对上帝所赏赐互咱的理性来做思考，对咱的经验的学习，以及对教会的教导，咱学习来分别上帝对咱的旨意，来分别上帝对这个世界的旨意。所以，对圣经的教师，对理性的思考，对经验的学习，甲对教会的教导来明白上帝的旨意，这就真做咱袂当忽略的功课。经文甲咱讲的第2项代志是，上帝照伊的形象所创造的人的中间有男有女，所以男的女的拢是用上帝的形象所创造的，就是讲男甲女拢同款会当明白上帝的旨意，男甲女拢相款必须爱负起这个经文接续落来上帝对咱的要求，就是讲爱生团济济，互恁的后代遍满地面，控制大地，爱管理鱼、鸟甲所有的动物。所以经文甲咱讲的是，上帝互男女拢总有上帝的形象，上帝互男甲女无相款，总是上帝毋是互男女的中间有啥物人较好，啥物人较歹，啥物人较优秀，啥物人较低劣吼。男女同款有上帝的形象。男女相款受祝福，生养儿女，并且男女相款接受做伙来管理上帝创造的责任。就是讲人的生存必须爱用一款平等的同伴的关系来做基础，才有真侪可能。另外，伫经文中间甲咱讲，上帝所创造的人类有男有女。这其实嘛显示出上帝的创造是非常多元的，上帝的创造毋是单一的。有不同款的特质的人，必须爱学习，彼此尊重，互相欣赏，甚至爱会晓接纳彼此中间的无相款、软性、
甲缺点，做伙降服伫上帝的旨意甲计划下面，彼此同工来完成上帝所交托予咱共同的使命。经文甲咱讲的第3项代志是，咱就要尊重性命。有的人认为讲，伫这段经文中间，若是根据这段经文的内容，伫上帝创造的时阵，人原本是食菜的。所以，不过咱可能无同意这款的看法吼，因为嘛有人反驳讲，这段经文的目的是要指出，伫上帝创造的开始，世间万物是和谐共同生存做伙，毋是老伙，毋是斗争，毋是互相吞食。而且嘛，可能因为咱真歹改变咱家己的啉食的习惯吼，所以咱认为讲这段经文毋是咧讲是毋是爱食菜的问题。总是咱会当确定的是，对希伯来人来讲，因认为讲性命是伫火内底，所以若是老火，这是对性命的无尊重甲破坏。何况伫上帝所赏赐的福气的中间，佮包括人爱生团济济，植物爱结果子，所有的动物嘛爱繁殖增多吼。所以这段经文中间对逐项生物这款假设的描述，伊的强调也是讲伊的要点，其实是咱就要尊重性命，毋通任意凊彩来剥夺其他受造物生存的权利。第4项，这段经文嘛，甲咱讲，人所领受的任务是管理其他的受造物。管理，这毋是要爱咱输在咱的意思去宰制，还是去掠夺？管理的意思是爱咱为上帝做管家，爱咱负起责任，互一切受造物拢会当维持上帝伫咧创造的时阵的特殊。所以这是上帝所交托予人的使命。但今仔日当咱在看整个的受造物的时阵，咱应该有这款的了解，就是讲咱毋是这个宇宙万物的中心，整个宇宙万物的中心是上帝。咱毋是这个世界的主人，这个世界的主人是上帝。人只不过是受托来管理那点，所以咱的责任是爱对上帝负责。爱互这个世界，互这个宇宙万物，拢会当有特殊，会当规律来照上帝的心意来运行。所以咱袂当抱持过去咱人咧夸口的讲人类是万物之灵吼，人袂当用这款的心态高高在上，佮将人看作是整个宇宙万物的中心。咱袂当因为安尼对大自然完全无节制，实在咱的意思予取予求。是因为讲咱知影，人只不过是受上帝所托的管家那点，所以咱就要用谦卑的心，用尊重的态度来看待其他的万物。一个真积极、一个称职的管家，是必须要了解主人的意思是啥物，就是讲咱要了解上帝的心意是啥物，无去破坏上帝所定的特殊。安尼，咱知影才袂去引起大自然的反扑，也是讲自食恶果，对家己甲其他的生物来造成无法度通形容的这款的可怕的后果。所以，伫过去的一当，若是对台湾社会，也是讲对国际社会来看，因为天灾人祸的关系，因为对上帝创造心意的忽略，和过去的2010年，这确实是充满忧愁、甲忧虑的一当，敢毋是？要安怎样会当化忧为好？今仔日的经文甲咱讲，咱有上帝的形象，咱必须要学习去明白上帝的心意，用尊重所有的生命的态度，甲和咱有无同款的特质、无同款的看法、无同款的想法、无同款的做法的人。同齐做伙来负起上帝所交托予咱的使命，予咱的国家，予咱的社会，予这个世界会当照上帝的旨意、甲上帝的心意来运行。愿迄个运行伫混沌的顶面的上帝的神，嘛伫咱众兄弟姊妹的心来同工，
来引带帮助咱，想使咱快乐会当伫各方面拢会当化忧最好，请咱同心祈祷。请通主上帝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因为你是阮生命的源头，阮的呼吸，甲阮的生命拢是对你来。亲爱的主，阮也感谢你，因为你知阮的软弱，你知阮的罪过。你找见耶稣基督来到阮的中间，为阮定死伫十字架顶，互阮会当转来到你的面头前，甲你和好。搁伫每一天的生活中间，你找见圣灵甲阮三角地地，引带阮、扶持阮、帮助阮。亲爱的主，阮知影你听阮，阮也知影你将这个美好的世界交托互阮来管理。正是因为阮的罪，因为阮的软弱的关系，阮时常无法度通来照你的旨意来行，恳求你的赦免，也恳求你的圣神，搁一摆伫阮的中间，搁一摆来更新阮的活命，互阮真正会当照你的旨意来行，互这个世界会当对这款互人忧愁、互人忧心的情况中间，来成做主上帝你所欢喜的好。阮祈祷恳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